成為香港家庭最愛品牌大賞嘅得主，日本命力美木藍莓素連續9年榮獲屈臣氏獎項，2011年更升級為鑽石級美木護眼產品。日本命力美木藍莓素由日本 GMP 廠房生產，以醫藥技術模式管理，全電腦化生產。產品更榮獲日本厚生省指定化驗編號證書，確保符合國際安全標準。2011年，日本命力更成為香港名牌，絕對係信心保證。咁再加埋咧，日本人咧要求好高，咁啊成個監控過程都好嚴謹嘅，始終食落肚啊嘛，一定要小心啲嘅。所以我一定咧會揀日本命力美木藍莓素嘅。計下，我啲仔女都食咗10幾年啦。加上原材料係優質嘅北歐野生矮腳藍莓 ，VMA 花青素含量高達36%，花青素品種多達17種，更加入高濃度 DHA 同葉黃素，係功效卓越嘅護目配方，令眼睛更精靈、更健康。而且日本命力美木藍莓素不含糖分，一家大細都啱食。日本命令嘅藍莓素咯，咁可歌可可。如果希望如果你爸爸媽媽靚啲嘅，識靚啲眼睛，佢介紹俾你啲咯。另一王牌增強版強腦素 DHA 70，亦深受愛戴，連用家兼代言人子峰都話：本命力咁啊，能夠用上深海吞拿魚嚟提煉，咁所以咧強腦素 DHA 70真係可以話係聰明而有啦。日本命力美木藍莓素強腦素係每個家庭嘅必然之選。3月2至到8號，日本命力有折扣優惠，買2件即享9折優惠，仲唔一家大細落嚟屈臣氏掃貨？日本命力。